天花板滲水等於財富破洞，風水師聯手聲師傅拆解漏財煞。天花板滲水在風水學中警示財氣外泄凶兆，玄學大師傅警告：水為財，無故滴漏等於家宅財富穿底。但盲目封堵恐犯藏污納垢禁忌，真正化解需結合科學檢測加風水佈局。紅外線檢測藏玄機，聲師傅用熱像儀掃描天花板，風水師同步羅盤定位，驚揭財位區暗藏滲水點。技術解密：熱像儀捕捉陰陽水氣，冷水管漏呈藍斑，外牆滲露現紅區。微波濕度計測地脈濕煞，超標區域景與流年五黃位重合 3D 滲水路徑圖對照9宮飛星，精準避開財星方位施工。風水師血淚案例：銅鑼灣豪宅業主漏財3年，聲團隊用紅外線抽出蛇形暗管滲漏，對應風水學白虎穿堂格局。修復後3個月生意暴漲200%，化煞修復2合1。防水塗層施工避開文昌位，修補後灑砂鹽淨化水鬼氣。限時風水方案：即 call 指漏專線92185392。